后来行政院伫中部的联合服务中心，讲预算去互纳备立委抬掉99%，剩7万块。副执行长吴音玲讲，服务中心已经无法度运作。伊点名台中、彰化、南投、苗栗11个国民党的立委，意图要互公务员无法度办公。国民党的立委黄建和回应讲，中部服务中心到底有啥物实际的业务受到影响，应该就要对外讲好清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一透早就过来民众准备办护照出国，严格未来，台中人若是要办护照的急件，可能就要走一逝外关市，因为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伫过年后打出公告。强调，因为114年年度预算，去互立法院抬99%，敢若剩7万块，所以所有的业务可能去签掉，或者是冻点。本来就可以在台中领的东西，为什么要到台北去办？为了一件事情都要往台北去跑。对，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间。我们1月份已经产生的必须支付的一个金额跟项目。行政院中办的执行长曾敬庭提出1月份办公室必须支付的小帮，金额拢总是65万块。严格伊讲，预算红态度了后，规个办公室剩7万块，根本就无法度运作。本来我们是有600到700万的一个规模，但是今年只剩下7万块。那所以我们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现在完全没有经费可以支付所有的这些费用。行政院中办副执行长吴音玲嘛伫面册发文章讲，过年过真侪地方拢已经开工，严格行政院联合服务中心所面对着开工的大问题，民众拢真烦恼。行政院中办若正式关门，会真无方便。那也立委黄建和认为，行政院应该向外界讲个清楚，中办的功能性甲定位。到底有什么样的实际业务会被影响到？这个应该行政院把它讲清楚，不要造成民众的恐慌。黄建和讲，行政院区域联合办公室有一寡业务的功能含基层的公务员灯塔，甚至有集权薪水相关等等的问题。政府资源要安怎好好来运用？行政院需要进一步来检讨。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